大爷，这里先歇息。快去准备一条船。是。我是这些毛的之人，我叫方良。你若谁得请，好问讲堂吧。姑娘不必多言，是我把你从水里打救上来的。原来大哥是举你本人。
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小女子名叫大牛王，家子邻家把家成，父母双亡非离情，彩虹桃花飞余生，大飞大过来相聚，月逢山中早上升。姑娘我的居民人，万难相托是本本，自立得分多有因，但不至于无情与可对。就在余姚城，公公早已过世去，王在不记是父母亲。哦，你伯父是余姚人余明的大孙人啊！姑娘，你孙子许上，就在我家歇几天吧。正好当我大姑，余家穷富，修山之海里。粗茶淡饭还是有得起的，你不要见外。我平日有个妹妹呀、妹妹，此次公公在上，请在小妹一把。起来，起来。你好生讲起。有凤妹妹，有凤妹妹，你身体上力脚鱼，不要太劳累了。还是上屋来吧。不，我已经好了。好了，那我到你伯伯家报信去。
花了花了，来，哪个？就你呀！喜欢哪幅啊？这是一个多好的画啥一个？哎呀，好快啊！老夫人，你怎么能像个仙女啦？老夫人不知真好，去花，快去拿金子呀！你说真好，老夫人，请更意。好，当然了。好，快让开！鸭子跑出来了啊！鸭子跑出来了。大少爷，诚心之意不得见了。大少爷，老太太叫你去送他。老夫人，请用枣莲之汤，给老夫人保证贵子。来，去吧，去呀！对吧？来，对吧？
夫人，老太太叫我来服侍少夫人的。多谢婆婆关心。你几岁来到此地？几岁了？我来到王府为奴不久，今年16岁了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魏香。啊，小魏香。少夫人，你的福气真好啊！你怎么知道我福气好呢？少夫人，旧衣裳和他纷纷飞开门，坐在新娘子佛心，那乃不是胸花街头亲近了结对门。你早点安息吧。宋子元大人，不管，去。二位最好，最好，吕父请请去吧。舅老爷最好。哎，你不要叫我舅老爷嘛。哦，请你好好照顾牛凤妹妹。你放心吧。啊，舅兄死不愿送，妹夫不必客气，不必不愿送。皇帝大人，吕布啊，最好，去慢去啊。这种茶分明是我家传家之宝，一定是我在做卖到此。娘子。呀！龙儿，还没这样。娘，哦，秋花，这里没有你的事，回去吧。娘，凤儿，凤儿，凤儿，我的病好苦。娘子，你的娘子早已成了水中有鬼。
为何啥东西如此伤心？这讲。那一人戴红头发，那屋里母亲名儿就在明，一见未来妇女心跳，一日作罢3年我高当岳凤担保下，先结了冤妻命。啊！想不到你这个孽子竟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，你，你竟敢违背为娘的教训，败坏王家的名声！我要将你绑上公道，为我媳妇伸冤解恨。娘，你的少了儿一定要明白。孽子啊，为娘终身找你，媳妇也不会亏容。娘子，娘子，出生还不就滚出去！凤儿，凤儿啦，你不可正面换了面，不可出分你可娘亲，言行咋能造死他？何不用此记恩情？我情愿婆婆媳妇颠倒住，我为谁来你为真？我为你自己三清回族，我为你三餐昨晚送上门。万一媳妇你身有病，我为你煎汤呀去观音啊！哎呀，凤儿啊，倘使你再不应允，我跪在地上不起身。你就饶了他吧。我王家三代如此淡定独自，何况白骨天地，你已经是王家的神了。你若不肯造事，你自今早应吧，叫我谁有依靠无人？老身只有一死，夫君啊，夫君，你把我也带了去吧。无奈为婆婆
冤家夫妻真挂名，真不与他同路当，死不与他当同伴，不愿与伯伯当相逢，其祖须迎百回去死！凤儿，凤儿，婆婆，可你今日精神不振，不要太劳累了。是我知道啊，快把烟雾做起来啊！不理不我，这是我请水龙之地。来，凤儿，披上。陆坤，你有，把你弄到自在。陆坤他总能违心作义。娘，你捋着他，总是个祸根。你应该为我王家的人民着想啊，千万不可鲁莽啊！几天你好不了，想问下，今日来多亏你日夜照料我，这是我的本分，你要多包容才是啊。父母去世，孤身之日，
下我的妈妈。你究竟有什么心思？你就是不肯告诉我。小文仙，那么不该多问，叫你伤心了。少夫人，以后不要叫我少夫人了。叫我一声姐姐。要望姐姐为小妹妹。凤儿，为啥？你去看看少夫人的身汤整好了没有？是，婆婆费心了。凤儿，来。坐下，坐下。我看龙儿近来山寨几遍，大有从善之心，这原是我王家的因公积德。婆婆请坐。你应给予龙儿早做好。那我家这相不尽天人吃了。那我去张罗一下疾病死者的事，你在花园走走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注意点啊！慢慢来啊，跟着来，哎。哎，快，谁拿出来？来，再来一个。哦。妈妈，我要钱。秦老爷，大管家，请啊。哎，你忙好，你忙了啊。你快谁来了？有风妹妹，凤莲哥哥，
利于人上，愿妹妹美妇。刘红妹妹，你今日可好？伯伯待你可好？伯伯待我是当亲生女儿。美妇呢？她一晚好。牛凤姐姐住在金堂里。牛凤，你究竟为了何事？牛凤姐姐，今日花亮哥哥来了，你什么话就快讲吧。牛凤，你欲哭不是？你把我当作外人了？唉，哥哥，哥哥。我跑向漂流银河啊间，与我的去是一生去逢凶。一高打我皮牛仔，二高打我拆过头，三高将我当下水，强得报家嘿牛凤。的冤家是黄金龙，力气大罗满强，他原来最诚心。你身旁，今若不当三分贼，岂能举从容人流扬，随遍天下十八人，这堂上知道公堂，莫怕公堂关进哟，夸喜文章上告啊！姐姐，快走呀！去。非不是因我听得人，又梦成了两难。
他随行，唐大之日传出去，步步他定为把断前行，如报远的他当名叫母女风筝筝心啊！有凤姐姐，难道你就这样过一辈子吗？我也是万般无奈呀。对，你不，哇，放亮，哼，放亮哥哥，你可就忘记他。明天一早我到园里去搞，你不要在家。放亮哥哥，你真是个好人啊！你去照顾你王姐姐。哎。今晚就叫放亮见你王。
杜蒙大人已醒了，王老圣人功德，本院早已上报朝廷，听着将士进鞭一篑。哦，多谢大人。王夫，送点心来。一在花。
子嘿，家你心大。姑姑，你到亭子里去歇歇，我去讨点吃的来啊。叫唤！滚！你滚！少夫人，祭品已经摆好，老太太命我去药王庵送邓玉姐，我去就来。你在哪里诞生？今日你为我到此啊！我真是一言难尽。姐姐，你到此地，记得放亮公公，记得放亮公公。你这夜放亮公公今早天后上坟而亡，我不少此一观众接了算封顶，表达恩兄公德啊！姐姐你呀，放亮公
原是王帅不谋之害的啊！事后欲冒苦老子，假装自卑。你是什么？那日我亲耳听到他谋之设计没爱姑姑，我连夜插上报信，护送检察姑姑。王亮姑姑还在生气，他苦恨王金龙把姑姑害得双目失明了。你把我名真讲，紧紧三更梦一场，我女儿因为儿在胸膛娘子悲，却又来儿子哦娘子郎。我是会身体挺腰放，姑姑至今在何方？刚才晚在这里，你我快去寻找。哎，我们是在娘娘庙。少夫人，时宜不早，请为夫。桂香妹妹怎么完美未来呀？来啊，好稳着吧。多谢师父。老太太圣汤。放下。大少爷，母亲，龙儿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刚才知远大人送来私信一封。哦，御史大人接到巨妖地界，大来若软好事，金鞭一块，以示表彰。母亲，落着大人，皇上亲自进鞭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龙儿，岂蛮高兴？娘，你是不是怕女红吐露真情？
要紧，孩儿已经办到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牙呀！哦，此牙是可以奉回，叫它变成哑巴，岂可以灭口？我问他自是实事，不能讲，他还为写字。你这牙牙只能是雕，不是为娘的这牙可以自分。哦，神汤，难道里面有道？无道，既然无道，怎能治本？身上来自他不呀，赢得资本难正当。若问他开拓地区程序大，他不呀，倒反正了是狗文堂。我也是三次请他升堂送，听叫他许不许不，越不越许，一步出兵，兵从难移，一命亡。你这牙牙嘛，还是有用的。去，混！大管家，到庙里收收啊，都别客气。明天我来接老夫人发水啊。好。哎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你来做什么？明日御史大人亲自上门送笔，价以80万芒。外面乔治一杯，少夫人，请。
我终这一死，也要正当造子，当当生用。娘子为父有礼了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也是来拜观音的呀。娘子一目端，眼睛清，呼吸气内常挂念，一大气恨一小情，娘子啊，你打我骂我，我关心你。当得越动，我越失落；骂得越凶，我越高兴。此去夫妻能和好，有一个心动儿女爱观音。来呀，娘子！谁来无着？我也要抄些经诗呢。娘子身体欠佳，我来帮你抄写啊！哎呀，让我来抄，我来抄，我来抄呀！去花，去花！凤儿，宝宝，我这里送参汤来了，你们在争什么？啊，明日是宝宝生日，我想连夜把这卷金刚经草文写在这里，为宝宝添福加寿，可查？哼，龙儿，这是媳妇一片孝心，不用你代劳，回去吧。是。唉，向我画这一门不是日意，就是一件事放心不下。宝宝有心事，不知儿媳能代替你分忧。凤儿啊，这件事只要你点一点头答应一声，就胜过为我抄写这万卷金刚经。宝宝，我不期待在明年领导看我最当，婆婆的心思儿子小，他的是谁当当夫妻不难成当。是啊，婆婆儿的总家同心。
上，金龙山在为鸟梦，一步步恩上你终身新娘，明朝百岁迎大礼。媳妇，你肯宽宏大量，与龙儿夫妻友好，我总是纠结，也可明我的了。伯伯言中了啊，那你早点歇歇。宋伯伯，你凤儿，别忘了喝参汤。是。袁大人，老刘星啊，请坐，请。父亲不是东海，随地乱杀。启禀老夫人，御史大人武松进殿驾到。相二子是，请。本请在奉旨巡视江南，正在机密。皇上请示落船好事，进殿一窥。皇恩浩大，老身跪不滚倒，请王老先生随便谢恩。是。请坐，请，这请，请坐。王老先生，据问神明因为过奖了，今日十问王老先生落日大寿，可喜可贺。哎呀，奇滚！御史大人嘉陵万岁，乃是王家莫大皇才，两位小宴请大人赏光。开宴！王明在身，不管久留，告辞。
不必客气。大人，随着赵凤母往去大人见谅，龙儿还不快将媳妇无为往去？这大人，他赵凤母何来长子？大人有王明在身，这民间案件自当于本院审理。来呀，将范玉峰带回衙门。小女子寒地铁道，冤人很深，大身上不离命用。从此成长。讲。新郎今日将别可怜我被苦难在金堂，那一日苦苦推灭我土生乡，那王家母子爱着到起要放粮，我娘苦苦遭罪，苦得我死不死悲伤，死在远处自己亲不亲。王神父，院长在此，你为何话可讲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！想我一向应准，百梦过影，正为冲之英雄，吸毒神灵，望钦差大人明鉴。是啊，大人，王老传人举相算你，皇上事变，我有天恩，大人不可听信见面之事啊。岳凤啊，我待你生过亲生女儿，谁知你知恩不报，反而诬告伯母，你个天了贼！忘恩为你，范月凤，你尽管告发伯母丈夫，真是胆大包天。你既无法证，更无神证，要定你个诬告之罪。范月凤。口手无凭，我岂能轻信？
尽管诬陷好人，恩将仇报，伤天害理。去。举在堂上，你快与姐姐作证申冤你为什么不走啊？我非在那里见我当时这个小贱人！太放肆了！冤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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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御史大人，你是何人？我去王家母子，还不是的放粮。玉愿王从这将来，大人。罗某自己不来，他等你去谁捣蛋？我以为我死不难为花挑担，倒不是给放粮一味香，我盐水下心里凉，怒呼涌涌传中央。皇帝阿弥陀佛，少良哥哥，舅父妹妹，小魏香，魏香妹妹，魏香妹妹已经陪他们到衙了。魏香，大人，你要为民伸冤啊！我要为你伸冤啊！起来！此次恶人竟敢敲击人民，欺骗官府，愚弄百姓，你给再加一等。来人，压下去！将他兄妹三人送往一关，好生安顿。是谢钦天。